三站，趁早我来行去路，及时努力向前，及时下门小路好，及时好，及时好，来436啦。 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08首，圣诗第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会将咱请起立来吟全首。救主出声在叫。
依然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是圣经伫圣经的信息头前面有吼，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壁岛林内受苦，定刑日生来撞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的信息后壁下面，咱的信息本是第45页吼。启应文第30篇，我来刻，请恁大家来译。智慧敢无得着？聪明敢无出声？伊伫路边怪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戆直的人啊，恁着会晓得通达的你。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其起头，未有世界的在生，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在生，我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圈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叛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甲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这个囝担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咧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咱三角来祈祷，听阮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今早起，阮来到主你是阮的宝座前，预备阮的心来礼拜。愿上帝透过礼拜中间。阮出声，无论过去一礼拜中间，阮经历什么款的困难，拄着什么款的试炼，主啊，恳求你安慰、扶持、帮助。阮即时预备阮的心，将阮的焦点注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互阮的灵命得到起造。恳求你，互阮的伫礼拜中，甲你相拄，透过你所启示的言语，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甲一世人的活苦。全能的爸上帝，你是历史生命的主宰，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佮收束阮活命的灵。阮对你得到丰盛的供应。
拢无欠缺。我们伫生命中每一个阶段，拢献上阮的感谢。一世人对你唱阿罗的诗歌，应邀上帝你的圣尊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就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救盘。阮渴慕会通甲你合一来三结连，对你来得到生命的快乐甲方向。愿阮的心思意念拢合伫你的旨意，毋是照家己所欢喜，是顺服伫你。伫你的真理中找到永远的盼望，叫你拄起我只求家己利益的心，愿意甲你同行，来活出你的价值，互阮的生命显出你的美妙作为。阮伫天的阿爸爸啊，感谢你的恩典。今早起，你爱通过蔡牧师来传讲信息，愿信心互讲的甲听的，拢白白得到利益。也时时学习阿罗称颂你的名，感谢你的心时时长存，感谢你听阮的伫你面前同心合意祈祷，拢是要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赞美阿罗，咱今日要请形式团体为咱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我安然居住。在这
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感谢那个青社团契的献诗。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4节，咱就报后壁面嘛有记载，我来读，请大家来详细听。这个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哩亚海。有侪人对伊，是因为看见伊所行的病人的新力。耶稣上山，甲伊的学生坐伫遐。半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侪人招群伊，就甲腓力讲：咱要对大路买饼来，互遮的人食啊！第6节，伊讲即个是在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腓力因伊讲，用200个囡仔来买饼，也无够呀，互因逐人得到淡薄。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侪人有够大咯。第10节，耶稣讲：恁甲遐个人坐着，迄所在侪草，人就拢坐。少约约5000。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吩咐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学生讲：捡所食剩的蔬菜，免得有拍损。就将所食的剩5个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筐。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力，就讲：这个真正是要来世间的先知。愿上帝的话会当真做咱的支持甲帮助。今日呢，真欢喜，咱要上帝要透过蔡牧师将伊的信息传予咱。今日蔡牧师要讲的题目是“饼伫倒路”。志美牧师、一节牧师，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一开始牧师讲一个笑话话给恁听吼。有一个真少年的传教者去到一间教会，要来开始牧会。伊头一场讲道所用的题目，就是5块饼2尾鱼的新约。伊非常认真的准备，总是因为第一届讲道非常的紧张，所以上落尾伊讲唔对话。伊讲耶稣用5000块饼、2000尾鱼，互5个人食饱。虽然讲有迄个口误吼，讲唔对话，总是因为伊这个信息非常的认真，所以真侪人嘛受到感动。礼拜三伊就问一个长老讲：猫咪长老，今仔日我咧讲道吼。还可以吗？迄个长老用目睭用鼻孔甲看，5000块饼2000尾鱼，互5个人食饱，免耶稣我家己嘛会使。所以这个少年传教者真受伤啊，真艰苦，心讲我是不是无适合来做传教者啊？所以想讲要甲迄个爆发款款的，想要来走，总是讲无。上帝调明我来这个所在吼，一定爱甲迄个代志做好。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所以隔礼拜伊犹原用同款的题目，佮讲一届，总是伊即届无讲唔对。伊讲耶稣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随便讲是第2届讲，总是嘛犹原侪人，伊嘛得到激励。所以礼拜后，伊就问这个长老讲：长老啊，这次可以了吧？这个无讲唔对啦，无想讲都这个长老犹原用鼻孔甲看，
我甲顶礼拜食出的吼，这礼拜互遐人食嘛是有够。讲到五块饼，这个讲到五块饼两尾鱼吼，已经成做基督教上重要的 logo。台湾有真侪五块饼两尾鱼的餐厅，亲像伫迄个利川吼，伫迄个花莲利川，迄就是五饼鳄鱼餐厅。啊，咱知影伫新店遐有一间五饼鳄鱼涮涮锅，吼。啊，然后咧，伫迄个中和遐有五饼鳄鱼不让取，啊，还有五饼鳄鱼的薄饼披萨，吼，你知台北只哦。啊，我顶两个月，我去到伫马来西亚。伫新山就看到一间五饼鳄鱼咖啡，我迄个老毛叔带我去遐啉咖啡。啊，伫沙劳越古晋遐有五饼鳄鱼小吃，所以你要看五饼鳄鱼，啊，还有用五饼鳄鱼做衫的 logo 哦，五饼鳄鱼的衣铺。这个五块饼两尾鱼，会当讲是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莫讲基督教世界，整个世界讲到耶稣的新约，伊的辨识度最高。哦，大家上知迄个新食就是五块饼两尾鱼，有可能是大家人拢真惊不对会枵，所以吼对五块饼两尾鱼吼记啊特别清楚。五块饼两尾鱼的新食是耶稣所行的新食中间，唯一伫四福音书中间拢有记载的新食。咱知影前三本是强冠福音书，所以前三本内底耶稣所讲的话、所行的事，有可能拢会重复，会讲到。总是常常第四本约翰福音书无拄会甲因共款，总是耶稣行新约中间唯一四本拢有记载，就是这个新约，代表讲这个代志真重要，至少这个新约是真实的，是真正捌发生过，所以所有的学生伊拢记条这个新约。这个新约的发生，伊的时间是拄好伫搬过节进前发生的。啊，会记哩，搬过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因的新年跟咱无共款，吼，咱是迄个旧历2月，总是因的新年是3月，差不多要甲国外这要共款。啊，因为因的迄个亚正的时间，拄好因的正常时间，毋是春天哦，因正常时间是秋天，因为因所徛起的所在是迄个地中海沿岸。所以秋天伊的风对西边吹来时阵，才会带着水汽，所以才有秋雨，有无？10月、11月，因就开始落雨，雨落了才开始种植。所以听到3月份的时阵，耶稣要来行这个新约时阵，这的人，这犹太人吼，爱无用都无用煞，唔免农忙啊，因为伊种植已经种植了啊。啊，6月份才会收成，然后才有所谓五旬节，吼，就是圣神降临节，啊，过来是迄个大寮节。所以拄好3、4月是一个空档，是无代志，啊无代志当然都营嘛。听到耶稣来，哦，耶稣来啊，有好物件通食，有好听的故事通听，就对咧来。所以当耶稣过加利利海，听过也是看过耶稣的人聚集归堆，偌济人，超过5000人。哦，这5000个人吼，拢无代志做，啊，就来对耶稣。伫马太福音书记载讲，耶稣看济人，就怜悯因治好因的病人。马太福音书讲，耶稣看到这群人心怜悯，就甲因治病。然后呢，马可福音书讲，耶稣出来看见济人，就怜悯因，因为那亲像羊无牧者，就开喙教示因。耶稣讲道。伫马可福音书讲耶稣为因讲道，啊，路加福音呢讲这两件事耶稣拢做，佮讲道，佮医治需要的人。咱来比较福音书中间所记载的内容，约翰福音佮其他3本上无共款的所在，是强调人对这个代志的反应。因为前3本福音书拢是以耶稣以及这个新约做主体，总是约翰福音书是用接受的人、看到的人做主体。咱伫约翰福音书中间会当看到一个问题，甲3个答案。耶稣看见济人就近伊，食饭的时间到，耶稣就问学生讲：饼伫倒位？我用这个题目其实毋是要甲恁讨月饼了吼，
随便讲顶礼拜是顶礼拜吼，是迄个中秋节。啊，若过一礼拜再食迄个月饼，可能嘛歹去啊吼。所以毋是要甲恁讨月饼。耶稣嘛无咧讨，耶稣就问讲饼伫倒位？这个问题发出来了后，学生讲，就是用200个银仔所买的饼，叫因逐人食一点仔，嘛是无够。200个银仔，照迄个时阵差不多2万块左右。2万块会当买偌济吐司？咱小算看卖啊咧。即摆一条吐司吼，若是 Costco 差不多是45块，对毋对？算50块，按2万条，2万块会当买偌济条？2万块会要400条，400条要互5000个人食会饱袂？好像很难吼。我一个人吼，夹吐司就要吃4片了，哦，所以50条吐司，500条是不是？400条吐司要互5000个人食饱。啊，若是拄着鬼啊，像我遮尔高食的吼，可能遮尔无够。所以学生讲，就算有200个银仔的饼，叫因逐人食一点仔，无够。意思就是啥？饼用钱要会着，总是 we have not enough money。我的钱无够。这个问题，这个答案真实际，却一点仔路用拢无，对不对？有真实际，总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因为因无够钱，通要教业的粮食，或者的人食饱。后来，迄个按照咧讲，有一个囡仔手头有饼，哦，这个学生的回答比头前迄个人，迄个学生更较无实际，因为迄个囡仔手头几个饼，毋是5条饼哦，毋是5条吐司是啊，5块饼2尾鱼，拄好是迄个囡仔食饱通用。无可能满足5000人的需要。总是这个囡仔听到耶稣问讲饼伫倒位，就单纯直接讲我有，所以就将伊手头的5块饼2尾鱼透过学生交伫耶稣的手。另外，咱来先了解一下耶稣时代，伊的饼生做3款。这是我伫网络上找到，即摆一般迄个犹太人所食的饼吼。以前的饼无亲像遮尔水啦吼，以前的饼吼，差不多2种，一个是细蚵仔饼，差不多是遮尔大，吼，遮尔大的饼。啊，另外一个较大块，伊是用迄个用锅子翻过来变过，啊，烘火用迄个物件烘，所以迄个饼烘啊打，然后切一块一块，放伫伊的骹棒内底，这个会当做干粮，因要过抗疫的时阵会当撒咧食。啊，这个圣经讲。囡仔伊的饼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是用幼面做的，还是用大麦做的？大麦饼对不对？圣经讲是大麦饼，代表讲这个囡仔因兜好业无？用大麦饼无啦，即摆要食大麦，可能爱较有钱才食会着大麦啦吼。燕麦啦、大麦可能较有钱。迄个时阵的大麦是宋乡人得食的，所以会当想象伊的鱼，迄2尾鱼。应该毋是亲像红港赤石啦共款，会当做迄个沙西米迄款的鱼，是啥？顶礼拜咱咧烘的秋刀鱼上价头安尼，对不对？吼，迄个秋刀鱼啦，无就是一般来讲，迄个生了无讲介椒整，迄个彼得鱼，就是无锅鱼。所以迄个细条鱼2尾，啊5块饼拄好，互伊会当食饱。总是伊将这个意愿底要食的物件交出去。5块饼2尾鱼透过耶稣的手传出去，大家拢有食饱无？有无？有剩无？剩偌济？剩12斤。大家回应一下，无惊我大家拢困去吼。群众食饱了后，因讲一句话：这果然是要来世间的先知。那用这句话来回应耶稣所问讲饼伫倒位，伊的意思就是饼伫有能力人的手遐，迄个人是先知，迄就是耶稣。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咧听候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到因中间作王，因相信这个有能力的人，就是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耶稣问饼伫倒位？学生讲饼爱用钱去买，总是咱的钱无够。囡仔讲我有。正人讲饼伫有能力的人的手，学生的回答是根据现实无钱嘛，囡仔的回答是根据单纯，群众的回答是根据经验，因食饱根据经验。
伫五块饼两尾鱼生食中间，咱看到主用一个单纯的囡仔来做代志。主的工往往是对智微细甲单纯开始。主的工往往是对智微细甲单纯开始。咱的姊妹、学生、囡仔甲群众来显明出来三款甲主关系的典型。伫咱教会有同款，有这三款人。有学生，有囡仔，也有群众。学生就亲像老的基督徒，信久信真久的基督徒；囡仔就是肯为着主来献上、来服侍，肯为主用的人。群众就是迄款想要利用主的人，有拜有保庇的人。老的基督徒伫信仰中间，伊的危机，伊有伊的危险。伊的危机就是讲，理智的思考会慢慢较赢过信心的瓦壳。对主的工。会开始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思考来去衡量，慢慢会形成世俗化信仰。随往嘴来讲，我相信主，我爱有信心。总是若问题来的时阵，会安那？我都完全交托，是我用我的方式做了，做到我的时阵，才来去求上帝。想要利用主的人，真容易去有好处去用。就我来这个所在，望上帝给我平安，望上帝给我趁钱，望上帝给我什么代志拢顺利。若无顺利，一届会当忍受，两届会当忍受到三届，无换教会，若无咧换教派，上落尾佫袂使，才换宗教。所以今仔日的故事中间，牧师提出3点，咱做伙来思考。第一点。上帝的心意需要咱同工。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个习惯，我要找教会参加吼，我先问讲，这个教会离阮兜偌远？有捷运无？搬车爱搬偌久？有方便无？礼拜堂有大景无？旧的还是新的？聚会人多少？内底有钱人无？恁有钱人较会晓奉献嘛？迄个教会会较新。有冷气无？内底是大牧师还是小传道？讲道讲了有趣味无？诗班怎样？咱的诗班袂歹，琴社团契唱得很好听过来 list 一张迄个 list 出来，高，哎呀，80分安尼，及格一卡踏入来，要来享受教会。你位亲爱的姊妹，教会毋是叫咱来享受的，教会是爱咱做伙去起做的。咱伫教会中间时时嘛期待讲，上帝啊，求你将恩典福源，期待上帝啊，你将迄个饼变出来，却将毋捌想讲，我家己手内底有掠条迄个5块饼2尾鱼。亲爱的姊妹，你有想过无？那今仔日教会要迄个成长5000人，上帝要怎样借着咱来满足5000人的需要？我的5块饼2尾鱼倒位？耶稣甚至会当透过我来对我的手来传5块饼2尾鱼。今仔日这个认知度最广、这个识别度最高的信仰，伊的关键会当完成的关键伫倒位？是因为有人将迄个5块饼2尾鱼刻出来，上帝信仰才当完整完成。对不对？5块饼2尾鱼，爱心互人刻出来，愿意甲上帝同工，上帝才当透过咱的奉献，将恩典百倍来享受。刻出5块饼2尾鱼的囡仔，伊无伫精打细算，无咱得算盘掉了后，才将物件交互学生。伊听到学生甲耶稣的对话，伊看到济人伫摇不倒，伊知影讲，这个 moment 就是伊爱将5块饼2尾鱼对伊的骹蠓刻出来时阵。这个囡仔真单纯摆出来，真做上帝所重用，真对5000个人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姊妹，请问咱有啥物会当为着主摆上的无？其实，咱的一切拢会使，包括我的歌声，包括我的温顺，包括我今仔日我有迄个甘愿来顾囡仔的心志，迄拢是我的5块饼2尾鱼。伫什么时阵呢？伫什么时阵摆上？伫看到需要的时阵，伫互主感动的时阵，伫迄个机会也未失去进前，咱常常讲啊，无欠我一个啦，哎呀，无可能啦，我有迄个温顺，我无当时啦，想一心会去用笑，然后往往
就甲主的恩典受相信。当咱对调上帝的感动，迄个时阵，咱就甲主的恩典擦身而过。第二，咱的信心都要亲像囡仔。咱知影，拄啊青社团契内底都有小朋友，对不对？都有小朋友嘛哈。请问，恁的烦恼因是无饭通食，还是无爱食饭？你烦恼伊无饭通食嘿？我是烦恼因无爱食饭，无可能无饭通食嘛。所以即摆老爸老母都烦恼囡仔毋食饭，烦恼东烦恼西。我要做阿公啊，嘛先照常烦恼你迄个食了伤大苦啊，毋通伤大苦啦。安尼阮的孙无健康安尼。遐你姊妹会晓背主祷文无？第一句安怎讲？主祷文的第一句是哪？来，搁一解。阮伫天里的什么爸？遐你姊妹，请问咱大概祈祷这句的时阵，咱的内底，咱的心内底是毋是充满信心？咱称上帝是爸，所以咱对上帝有这款的信心，因为这个天父充满疼，伊疼你疼我，就亲像摆上五块饼两尾鱼囡仔同款，袂讲烦恼这个物件摕出来了后，我无饭通食。真正为着主摆上的，主袂叫伊食亏。有一个故事真趣味讲讲伫美国中西部，这个网络也都有。伫美国的中西部有一个教会这个小镇这个镇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久长无落雨所以内底真侪人就去找迄个牧师讲，牧师来，咱来求雨好啦，祈雨一下求上帝落雨好。牧师讲好，来，大家做伙来礼拜堂来祈祷。所以大家拢来，全镇的人拢来礼拜堂开始祈祷，主啊，求你我落雨。到一半时阵，啪，真正开始雷电死啦！开始真正落雨，欢喜啊！开始有人在烦恼在哭，为什么？恁知无？毋是要规求落雨，你哭啥？无人开雨伞，因拢求上帝落雨，却无相信上帝真正会落雨。这个时阵有一个查某囡仔真欢喜，对伊的座位底下摕一支小花伞，看到弟弟讲：“咱两人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在竟然羡慕的眼光中离开。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有信心无？有，咱拢有信心。总是迄款的信心，往往拢是计算过的信心。我相信某件事会成，是因为有特定好的条件配合了后，若无出意外，这个代志就一定有这个结果。亲像讲，我讲哇，我相信蔡维明教授、蔡维明老师袂甲我挡掉，是安怎？因为一开始学期一开始来讲你得出席偌济届以上，你爱交作业，你请假袂请超过几届。我就算讲对，我都完成，我照这个规定来，所以我相信蔡老师袂甲我挡掉。随梦学期末还没到，对我有信心，因为伊有完成这个条件。兄弟姊妹，这款的信心不教导嘛有，道教导嘛有迄个民间信仰，相信甚至无相信上帝存在人嘛有。阿伯拉罕的信心是安怎叫上帝欢喜？是因为无人伫85岁个人生囡仔，迄是甲生理的事实相违背。摩西的老母的信心互上帝欢喜，是因为伊决心要甲法老来对抗，迄是无可能会赢的。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因为伊有敢互水分开的信心，迄是违反经验的。兄弟姊妹，咱台湾人的信心生做3款，我会记得去年我讲过一届，今年看大家还会记得无？台湾人的信心叫做祈祷还祈祷，欢乐还欢乐。义文兄，你都还记得吧？欢乐就来祈祷，祈祷了继续欢乐。背下来背落来，以后考上台湾神学院加分。祈祷还祈祷，欢乐还欢乐，欢乐就来祈祷，
祈祷了继续快乐。这不是真理哦，总是这是事实。这是现在咱台湾基督徒信心的健康。耶稣讲，既然要承受上帝国，若无亲像囡仔，决断袂当入去。犹如会阻挡咱的服侍甲奉献，考虑伤济，反倒等会失去甲上帝同工的机会。第三，唔通互新约停伫你的手。圣经记载讲，耶稣摕这5块饼2尾鱼，5天祝福8开，然后摕互什么人？摕互学生，学生摕互证人，对不对？所以所有对耶稣祝福了后，迄个文书透过学生传到证人，当然无可能讲一个学生全部，所以一定有一人传的。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拢着要参与属灵养赐的工作，将恩典传下去，将恩典传落去。我所真希望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记住讲，有可能我看家己无足轻重，总是只要咱会当摆出咱所有的，无论多也少，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所成就的，完全超过咱所求所想。当咱愿意为着主摆上的时阵，主要拍开祝福的门，身躯边咱的人嘛当得到伊的恩典甲怜悯。分享是上大的祝福。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拉比，犹太教的拉比，伊真爱拍高尔夫，很爱打高尔夫球。不过普通时无时间通拍，就是像讲我即摆接大神的工作了后想要去散步都无通散步，无时间通拍，所以只好用啥？用安歇日偷仔来拍。安歇日会当拍高尔夫袂？不行啦，袂使。总是咧，伊就只有按休日迄天小可有钱时间用上午。人咧拍18洞，他打9洞就好了。拍9洞就会使啊。结果好死不死，迄个时阵呢，后来天使发现，上帝啊，这个劣比头仔伫安休日来拍高尔夫球，上帝你也甲处罚。上帝讲好，我要甲处罚。结果这个劣比在拍球时阵，咻砰，一杆进洞，哇！伊拍几啊10年的高尔夫，从来毋捌拍过遮尔好的迄个成绩，真欢喜。这个天使看到，上帝，你是毋是要甲处罚？那互伊一杆进洞，继续看下去。结果第2球咧，叮，犹原是一杆进洞。哇！这个时阵，这个天使开始生气啊！上帝，你毋是讲你要甲处罚？想到连2球拢是一杆进洞，会遮尔欢喜？上帝啊，你无公平，我不爱信你啊！上帝讲继续看下去，结果伊拍到9洞，有没有？用几杆？9杆。你拢听过这个故事吗？9杆进洞。这个天使已经将伊迄个翅膀要甲拆开，去甲规身躯皮出。伊就讲上帝啊，你无公平，你无公义，你无怜悯，这个人违反迄个安息日的戒规，你竟然去互伊9杆进洞，不是说一球1杆进洞。上帝讲，请问伊拍遮尔好。他可以与人分享吗？他能说吗？伊会当讲袂？因为伊的身份是什么？伊会当互知讲，伊按休日去拍球，然后9杆进9洞吗？可以吗？可以吗？除非伊要做拉比，不可以嘛？所以伊有真艰苦无？一个人上大的处罚是，伊有真大的成就，却无法度甲人分享。有恩赐，有成就，伊无法度甲人分享，迄是对人上大的处罚。会当分享，代表咱是幸福的；有成就无法度分享，迄是对人上大的处罚。所以
牧师有一条诗歌想要甲各位分享，叫做 Thank You。我非常做欢喜这条诗歌，大家听，大家流目屎。伊的内容就是讲，有一个人到天顶，行伫路顶，有真侪无熟悉人甲伊感谢，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性命，拢去互伊影响着，甚至遐伊所袂记哩做过代志，伫耶稣的目睭中间，拢是真大的代志。咱来放这段影片好吗 ？Hello， 就放这个。这里按这里，按你单杠，按这个，它有超连结，哦，对，有吗？这样没有吗？对，哦，太好了。可能有人有听过唱诗歌，若晓唱会当做伙来唱。Thank you。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and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cam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and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cam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are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For I have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I am so glad you came. OK， 谢谢。我就回到，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真意爱一个场景吼。今日路人啊，某某人感谢你带我来到教会。啊，某某人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听到福音。哎呀，某某人因为你吼，我才能认捌主耶稣。就亲像我做老师做28年，好的啊，老师，我被你教过，我有当到你吗？没有，感谢老师哦，做爽快。各位亲爱的姊妹，上帝给咱济恩赐甲恩典，为的就是要让咱将这个传出去。咱会当有这么多恩典，有这么多恩赐，就是因为要做上帝的工。我相信咱所做一点仔小小的动作，无你看，咱拢毋捌去想到，咱无记袂牢，咱拢无真在意这细汉代志，总是对济人来讲是改变因一生的事。咱要怎样会当互上帝讲好啊？好过真正的萝卜，毋是咱去做大代志。对小夸服侍来累积，从小事来累积。裤底啊，认咧，咱内底有5块饼2尾鱼无？一定是没有啦，无人将5块饼2尾鱼放裤底啊。有5块银无？有10块银无？有福音单张无？咱咧坐捷运的时阵，是毋是有时阵？哎呀，心内底想到，讲应该敲一个电话，互我的上司。敲一个电话去关心我一个朋友一个，有可能这个电话就是改变伊一生的一个物件。咱是毋是爱对济人来讲 thank you？ 咱是毋是毋望家己变成做别人讲 thank you 迄个对象？发生伫加利利海边的这个事，这件真正会当讲是一个信心的考试。这个考试敢若一个人及格，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囡仔，伊无管伊将饼甲鱼摕出了后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学生伊有解决的方案，总是伊评估了后，目录关就伊无去采取具体行动。群众经历过耶稣解决问题，总是伊毋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伊用俗世的眼光，所以伊要求上要去叫耶稣来做王，所以耶稣就离开因，求上帝帮助咱，会叫你用囡仔单纯谦卑的心来看上帝工作。当有机会，当咱有机会来奉献，当咱有机会来服侍，把握个机会。唔通想精打细算来失去咱的信心，嘛唔通干那顾家己来失去经验上帝的机会。三个来祈祷，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恩典，
阮的身躯顶有侪侪你所想述互阮的温数，总是真侪时阵，阮拢唱调调，毋愿将伊现出来。阮是想讲，用这个物件来成做阮伫这个世间的路用，却我毋知影这事，这物件是上帝你爱阮奉献，成做你祝福所有这个社会的路用。主，恳求你赦免阮，也搁一摆，互阮有这个信心，敢若看到上帝你互阮看到的需要。当阮有机会将这个需要来满足，透过阮的服侍，透过阮的温数，互上帝的心者会当显明起来。主，阮愿意将阮家己奉献。恳求你接纳，而且互阮伫奉献过程中间，装备家己，甲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所圣名求，阿门。咱感谢蔡牧师这么好的进度，咱要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436首，圣诗436首，献我青年精神。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咱要来进行今仔日的奉献，请农家来服侍，请咱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会众请起立，来讨让咱来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咱即摆要来进行的是公道的时间，请咱先开咱周报的内页，吼，有为咱服要公道的事项。教会以上，成全正信道，万民该祭司，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第一条，咱要愿信心帮助阮足神看耶稣所行的神力，互阮所看所仰望的，毋是天地表面，乃是主的同在。第二，为了咱肢体，枉然削灰得名清光、灵和、秀容、纳灵、幼灵、颜庭、以诺、雅纳、义君、志坚、春基、纳如、以酸、婉柔、诸如，因即寡兄弟姊妹所需要的来祈祷。第三，为着明年度各团契会长的改选，求主预备，阮要伫耶稣基督内底心意更新而变化，正做无愧的工人。第四，为花莲国福乡顶的重灾区的安置重建的规划，求主怜悯医治安慰，赐下智慧信心甲愿望。请大家开声来祈祷。愿伫天的父，阮万你高正，愿在万你所在，真济需要靠你的帮助。主啊，希望你将一块个，阮后真的兄弟姊妹心里平安，我需要主你来赐予的。主啊，愿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阮一生的快乐，无论顺境也是逆境，你拢有你的同在。所有一切拢是靠你予阮的恩赐。阮知影，伫软弱中，你要使阮刚强；伫迷失中，你要引带阮所行的路。阮相信有你的恩典。阮就教也因，求你帮助阮，知影凡事拢着感恩，伫大风影中仰望你无变的阻碍，伫听候中坚持你所应允的信息。安慰来的主啊，求你甲教会中身体健安、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同在，求你用你温柔的手来扶持、来安慰。来医治，亲像诗篇所讲，耶和华你亲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求你正做因及时的帮助，互因重新得到快乐。愿求你医治坚固阮的兄弟姊妹，互身体痛痛也是心灵忧闷，拢要我靠主耶稣的名来得到信心，对病痛中。领受主来的恩典甲平安，公义圣洁灵敏人的主啊，愿教会各团契会长改选的时间，求主预备，选出合主你心意的领导者，为主来做工。我也为着花莲灾区的安置重建，求主怜悯安慰，也为世界各国的冲突、战争、纷扰等等。求主保守扶持，愿安尼祈祷袂坎得，我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的爸，
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伫哪里？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哈，那后礼拜的圣工，你来下面才有记载哈，请团契的聚会，请大家要注意。咱教会的消息，第一是真欢喜，本主日感谢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校长蔡维明牧师前来敬道，愿主祝福带领蔡牧师伫神学院的服侍，为基督的教会培育搁较正宗、搁连续的使用人吼。多谢蔡牧师。第二嘛，最重要的哦，本主日吼拄好拄着国庆的年假，所以主日爱餐讲情一届。啊，毋过吼，礼拜煞嘛是当去下骹开讲啦吼。大家第三，10月14拜二社区关怀据点举办春季一日游，地点是桃园北德碧塘自然生态公园 X Park 的水族馆，参加的人数和志工拢总有83人。请咱为这一日游的行程出入平安、圆满顺利来祈祷。第四，下主日10月19上午9点半是咱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咱是学堂的礼拜，请大家热情邀约福音亲友同来礼拜。团契消息，第一，圣歌队的指挥杨娜玲老师吼，因为爱甲咱小会来请假吼，所以呢，拄好拄着圣诞乌罗礼拜的联唱期啊吼，所以呢，咱指挥这集吼，对10月开始，顶礼拜就开始啊，由潘婷以牧技术来接待吼。第二，10月17拜5上午9点半，双年团契参加北中中庸节感恩礼拜，地点伫咧大稻埕教会。第三，10月18拜6妇女团契举办平南新灵系一日游，名额已经满吼，无搁来受理报名吼。已经报名的人，请伫迄日上午8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那方向的明细，请你大家看，若有绕高也是毋对的吼，再回家来更正。咱来唱上吟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508首，会众请起立。咱做来领受祝福。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甲恁正大家三个彼得，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礼拜到这煞，请大家灭道闭会。
哦，我就照着念吼，拍摄松尼团契是放假教会，不是大场地教会哈。不过我们松年知道就好了啦，嘿。